你有冇發現最近幾條財經新聞擺埋一齊，個感覺相當不尋常？一邊係內地二手樓價繼續向下，新盤就靠核心城市豪宅項目撐住指數；另一邊跨境證券帳戶、離岸信託同海外資產申報愈查愈細。再望返香港，有理財網紅用過億元買特色戶，卻選擇向銀行借一大筆按揭。表面睇幾件事完全唔同，其實背後都係同一個問題：當樓唔再穩賺，投資渠道收緊，稅務資料越來越透明。有錢人同普通家庭會點樣擺放自己啲錢？今日我哋就拆開呢盤大棋，睇清楚邊啲係事實，邊啲係傳聞，仲有點解資金流向嘅變化，最後會落到每個人嘅供樓、投資同消費選擇。鍾意呢類貼近現實嘅財經社會分析，記得按讚同訂閱支持一下。先由樓市講起，市場機構公佈嘅百城指數顯示，7月份二手住宅平均價格繼續回落報每平方米12,000幾百元。絕大部分樣本城市按月下跌，網上流傳嘅部分百分比互相矛盾，所以唔應該照單全收。不過整體方向同上半年趨勢一致，二手市場仍然由業主減價換成交，價格壓力未解除。截至今日，即2026年8月12日，國家統計局最新完整官方城市樓價數據，仍然去到6月7月份70成官方數字，通常要等月中先公佈，所以任何7月百城數字都應該講清楚係私人機構樣本指數，唔可以同官方70成統計混為一談。兩個指數覆蓋城市樓盤權重同採樣方法都不同。國家統計局6月數據反映，各線城市樓價整體仍有調整壓力。中指研究院6月報告亦顯示，百城二手住宅均價約12,600幾元，按月再跌，按年跌幅接近8%。即使7月跌幅數字日後有所修訂，二手約新盤分化，呢個格局並冇改變。點解二手樓特別受壓？最直接原因係業主之間真係會互相減價。一個屋苑有10個單位放售，第一位業主急用錢減5%成交銀行估價，同下一位買家心理價就跟住落二手市場，每宗交易都會成為附近參考，價格調整速度較快。新盤就唔一樣，發展商可以選擇幾時推盤，推邊批單位，送咩優惠，亦可以先賣景觀好、面積大、總價高嘅貨。上海、深圳同其他核心城市若有高端項目集中入市，樣本平均價會被拉高，指數上升未必代表同城，每個新盤都加價，更加唔代表普通家庭嗰類單位全面回暖。所以見到百城新樓價升，二手樓價跌，唔係市場自相矛盾，而係兩套定價機制。二手市場反映存量業主實際議價，新盤指數同時受產品結構影響。香港人對呢種現象應該好熟悉。發展商送現金回贈印花稅優惠、加收券或者高成數按揭，官方成交價未必完全反映買家淨支出。樓價調整持續，財富效應就會逆轉。以前層樓升值，業主覺得自己資產增加，換車裝修、旅遊同投資都會爽手啲。樓價跌，按揭餘額卻冇同步減少，家庭就會增加，儲蓄減少非必要消費。呢種心態變化會由地產傳去零售、餐飲同服務業。地方財政亦同樓市連住賣地收入下降，地方政府要重新尋找收入同控制支出。發展商現金流緊，買地同開工會更謹慎，建築裝修、家電同中介全部受影響。樓市從來唔只係買家賣家兩個人嘅事，而係一條好長產業鏈。但樓價下跌唔代表政策可以無限刺激，若再靠大規模加槓桿托市，可能將問題推遲，亦增加家庭債務政策。而家更強調保交樓、去庫存、保障性住房同建立新模式。目標係避免急跌失控，同時唔再複製過去純靠高周轉賣樓增長。講完樓市再睇股市，內地股市今年有階段性升勢，部分散戶通過融資融券期權或者場外渠道放大倉位。市場向上時，槓桿會令人覺得自己判斷特別準，波動一大，保證金要求提高，券商就可能強制平倉，輸錢速度往往比升市時賺錢更快。監管部門收緊，高風險交易審查，邏輯唔難理解，槓桿風險唔只落喺個人。大量散戶同一時間被追，保證金會被逼賣貨，跌市因而加速。客戶欠款亦會傳到券商，防止過度融資，既係投資者保護，亦係防止市場出現連鎖踩踏。不過監管邊界同資本流動亦係另一層。2026年5月，中國證監會正式表示，老虎富途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未經核准喺境內開展證券交易推廣、處理指令或者融資融券等服務，構成非法經營證券業務，監管方已沒收違法所得並依法處罰。呢個公告針對嘅唔係話所有香港持牌券商都非法，亦唔等於每一個既有客戶即時犯法。重點係境外機構有冇未經批准喺境內招攬提供交易同相關服務。
投資者要分清楚機構喺邊度持牌、自己身份同資金來源、開戶過程喺邊度發生，唔好將境外有牌自動等同可以喺境內展業。對內地中產同高淨值人士嚟講，實際信號好清楚，跨境投資可以做，但路徑要合規，港股通、跨境理財通、合資格境內機構產品、互認基金同依法申報嘅海外投資各有範圍同限制。過去靠應用程式、境內客戶經理或者模糊身份開海外賬戶嘅灰色做法風險明顯上升。呢個變化會唔會令更多資金來香港？答案唔係簡單嘅，會或者唔會合規渠道可能受惠，因為客戶仍然有分散資產需要。但開戶審查、資金來源證明、稅務居民身份同交易限制會更嚴格。香港金融機構得到生意機會，同時亦承擔更高合規成本。跟住就去到最敏感嘅離岸信託。國家稅務總署近期針對居民個人、離岸信託同境外實體嘅稅務規則已經唔再係網上傳聞，官方政策庫講明。居民個人將財產裝入離岸信託，涉及財產轉讓所得時，要按規定申報。信託存續期間收益向居民受益人分配，同信託終止時嘅稅務處理，亦有具體要求。政策最重要嘅改變係擺入信託就同自己無關。呢個舊想像越來越站唔住。稅務機關會睇設立人、受益人、保護人、實質控制、資產來源同分配安排嘅信託，寫喺邊個司法管轄區，並唔自動切斷居民個人稅務責任。不過，坊間流傳擺入一次收20%，每年再收20%，退出再收20%，聽落似三重徵稅。實務上必須按所得性質成本、增值分配同條文逐項計算。20%唔係對同一筆資產總值機械連收3次，任何個案都要睇信託契約、居民身份、資產類別同交易時點。舉個簡單例，一項資產成本1000萬元，裝入信託時市值1200萬元。如果法律視為轉讓，討論重點通常係200萬元增值部分點處理，而唔係對1200萬元全部重複徵稅之後，信託賺到嘅利息、股息或者出售收益，又屬於另一期間所得。若果將本金增值同收益混埋講，好容易嚇錯人。新規則亦觸及實質控制，有人喺海外設公司、基金會或者其他法律安排，表面由專業機構持有，實際投資付款同受益決定仍由本人作出，稅務機關就可能穿透睇實際。學公司冇員工，冇真正辦公室，收入大部分來自被動資產，亦會增加被質疑空間。呢個方向同全球稅務資料交換接軌。CRS 的共同匯報標準已經令參與地區金融機構識別帳戶、持有人稅務居民身份，再由主管當局交換資料。所謂 CRS 2.0喺坊間經常被用作概括升級版透明度，但具體法律文件實施時間同涵蓋範圍要逐項確認，唔好將一個市場稱呼當成全球同日生效嘅單一法案。另外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推動嘅加密資產申報框架，會將部分加密資產服務商同交易資料納入交換。各地落實時間不同，技術標準亦要落地。大方向就係傳統銀行帳戶以外嘅資產透明度會逐步提高。加密貨幣不再天然等於稅務黑洞。有人會問，監管越細，係咪代表所有跨境資產配置都被禁止？唔係，合法取得收入，依法換匯，用合規產品投資，如實申報稅務，仍然可以做。真正受壓嘅係身份來源、控制同申報之間對唔上嘅安排。錢可以跨境，但記錄亦會跟住跨境，對香港保險同信託行業影響相當直接。過去銷售有時過度強調資產隔離、私隱同傳承，卻較少講稅務居民變化、申報義務同控制權限制。未來客戶唔只問回報同保障，還會問資料簿去邊個，被視為控制人移居之後點處理。正規機構應該歡迎，規則清楚，因為可以淘汰用絕對保密、永久免稅招客嘅銷售。世上幾乎冇一個結構可以對所有國家、所有身份、所有年代永久免稅。真正專業做法係每隔一段時間複核家庭、稅務居民、受益人同資產變化。香港會唔會因此失去內地客戶？短期可能有部分人觀望，但長期香港優勢正正係制度專業同合規通道。若業務價值只靠資料唔透明，當然會受打擊。若價值係國際投資、風險管理、家族治理同真實服務透明，反而可以提高可信度。呢度同樓市又連得返。內地資產價格調整，部分家庭自然想分散地域風險，但跨境渠道監管變嚴，資金出去之前要回答更多問題，需求增加，門檻亦提高。結果唔一定係大規模資金重港，而係合規可證明來源嘅資金更有機會，灰色資金就更難。再講電商爭議。農夫山泉創辦人鍾芬懵過去曾公開批評低價電商同直播帶貨，認為平台用極端價格競爭壓縮產業鏈利潤，亦令線下零售受傷。部分媒體將類似意見放喺近期訪問背景，但暫時未見完整逐字記錄。穩妥做法係討論觀點本身，唔好將網上每一句轉述都當成準確引述。電商殺死感性消費，呢個講法有一半道理，亦有一半值得質疑。行街時見到一件衫，試過覺得好睇而購買。
的確同手機按算法推薦不同，實體商業有觸感，社交偶遇同城市空間價值。電商過度集中會令街道店鋪減少，但算法平台同樣可以製造衝動消費。直播倒數限時券，猜你喜歡同一件付款，甚至比行街更容易令人買多。問題唔係電商令所有人變理性，而係消費決定由街道環境轉去平台界面，邊個控制注意力同排序就掌握更大議價權。平台壓價對消費者短期有利，同一件貨平10蚊。大家自然開心，但如果價格長期低過合理成本，商戶只能減材料、壓工資、拖供應商款或者退出，最後市場剩低幾間大平台同頭部商家，選擇減少之後，優惠未必繼續。所以反內卷唔應該等於保護所有低效率商戶，亦唔應該變成限制消費者格價。關鍵係禁止虛假原價、低於成本掠奪、強迫商戶、二選一、拖欠款項同不透明流量收費，同時讓線下商業通過體驗維修、社區服務同專業建議創造價值。年輕人創造力會唔會因為日日玩手機下降？呢個問題冇一條簡單。因果手機可以令人困喺短片循環，亦可以讓人學習剪片設計編程同接觸全球資料。真正決定性因素係平台點設計、用戶點使用、學校同家庭有冇提供現實活動空間。當城市店鋪越來越少，影響亦唔止消費。街道人流、社區安全、鄰里交流同小企業試驗機會都會下降。新品牌過去可以由市集小鋪開始，而家可能一開局就要買平台流量。線上租金唔叫鋪租，但廣告費用金同排名費用一樣係經營成本。從樓市投資監管到電商，其實都見到同一趨勢。過去靠資產升值、信息差同平台擴張賺快錢嘅空間收窄。政府希望減少系統風險，增加稅務透明同保護實體經濟，但每項政策都會重新分配利益。有人成本上升，有人得到正規市場機會。最後睇返香港嗰宗過億元特色戶交易報導，指一名理財內容創作者購入新地項目高層平台單位連車位，總價約1億3千幾百萬元，並向香港銀行申請按揭。交易具體貸款成數、利率同還款安排屬於私人資料，外界按最高成數推算，只能視為情景計算，唔可以當成已確認貸款數字。點解有能力買個億元物業仍然可能借錢？有錢人借貸唔一定係冇現金，而係比較資金成本。如果按揭利率低過佢預期投資回報，保留現金買債券做生意或者持有其他資產，理論上可以提高資本效率。借錢買樓同財困之間唔能直接劃等號。不過所謂美債4厘幾，按揭平，所以一定賺息差，亦過度簡單。美債收益會變，債價會波動。美元同港幣雖然聯繫匯率，但資金成本、稅務同再投資風險仍然存在。按揭供款係長期固定責任，投資回報卻唔保證每年一樣。假設借近億元，年期30年，每月供款可以去到幾十萬元，總利息亦非常可觀。將30年總利息加埋睇會覺得嚇人，但亦要考慮通脹、提前還款、利率變化同資金機會成本。真正分析應該比較現金流，而唔係只揀一個最大數字做標題。網紅或者理財創作者買豪宅，仲有一層公眾觀感。佢收入可能來自廣告課程、平台分成、投資同商業合作，外界好難由互動數字準確估算。粉絲少唔代表冇高價值客戶，粉絲多亦唔代表收入穩定。最重要係廣告披露同利益衝突是否清楚。如果一位創作者同時收銀行、保險券商或者發展商廣告，再分享按揭同投資觀點，觀眾有權知道商業關係。唔係話有廣告就一定唔可信，而係透明度幫助觀眾判斷。金融意見會影響大額決定披露標準，應該高過普通生活產品。豪宅交易亦唔代表整體樓市已經全面復甦。高淨值買家、特色戶同普通住宅面對不同需求。一個平台單位創成交，可能反映稀缺性同個人偏好。一般家庭就睇收入、利率同首期。用一宗名人交易推斷全港樓市，好似用上海豪宅新盤推斷全國二手樓一樣，都係樣本偏差。將今日幾條線放埋一齊，就會見到一幅更完整圖。內地樓價跌，家庭財富效應減弱，股市階段性活躍，監管擔心槓桿，海外帳戶同離岸信託透明度都增加。電商低價競爭壓縮實體利潤，香港高淨值人士就繼續用槓桿配置稀缺資產，錢並冇消失，只係流動方式改變。對普通人最實用嘅提醒。第一係唔好，因為資產跌咗就急住用高槓桿翻本融資，期權同借貸投資會放大回報，亦會放大錯誤。第二，跨境帳戶保險同信託一定要按自己稅務身份理解，唔好淨聽銷售一句海外就查唔到。第三埋，要分清自住同投資，自住價值包括穩定空間同家庭需要，唔能只用一年升跌判斷。投資就要計算租金回報、利息、稅費、維修同流動性，將自住情緒同投資回報混埋，最容易做出超過負擔能力嘅決定。第四，睇財經網紅要問資料來源，數字係官方市場機構記者調查，定係網友推算一條消息講可能？轉述時有冇變成一定涉及稅務同法律？
最好查正式文件，再按個人情況揾專業意見。最貴嘅錯誤通常來自將半真半假嘅資訊當成確定答案。第五，經營實體生意唔好，只同電商鬥平，線下優勢係即時信任體驗、售後同社區關係。若一間鋪子負責將同款貨搬到貨架，顧客當然上網買。若可以解決選擇安裝、維修同個性需要，平台價格未必取代得到。我自己認為未來幾年關鍵詞唔係單純放水或者收緊，而係重新分類。邊啲資產值得支持，邊啲槓桿要限制，邊啲跨境渠道算合規，邊啲平台行為損害競爭規則，會愈分愈細。對個人嚟講，最重要已經唔係揾一個完全避開規則嘅地方，而係建立一套經得起核對嘅財務安排。資金透明度提高，未必令所有人舒服，但會令過去靠模糊空間賺錢嘅做法越來越難。樓市調整亦未必一無是處，價格回到收入同租金能夠支持嘅水平。長期市場先健康，問題係轉型期間，家庭、企業同地方財政點樣承受陣痛？再深入一層，樓市調整影響嘅唔止業主帳面財富，內地好多家庭將大部分積蓄放喺物業，樓價一跌，消費心理自然轉弱。即使收入暫時冇變，見到單位估值縮水，大家都會想儲多幾個錢。呢種財富效應一旦擴散，零售、裝修、家電同餐飲都會感到壓力，地方財政亦避唔開。過去土地收入支持咗唔少基建同公共開支，發展商買地意欲下降，地方政府就要重新安排資金。問題唔能夠只靠刺激買樓解決，因為如果人口就業同供應結構冇改變，短期成交回升亦未必代表需求真正恢復。所以判斷樓市至少要睇4組數字：第一係成交量，第二係樓價，第三係租金，第四係庫存先回升。價格仍然跌，可能只係業主肯減價；租金堅挺，售價偏弱，就可能係買家對未來有戒心。庫存長期高企，就算新盤偶爾賣得好，整體壓力仍然存在。另一個經常被忽略嘅指標係居民按揭負擔。利率下降可以減輕供款，但若樓價仍然遠高過家庭收入入場門檻一樣高，買家唔係單單計算今個月供幾多，仲會考慮工作穩唔穩定，樓價會唔會再跌，同將來想唔想轉城市。呢一點解釋咗點解核心城市同外圍地區會愈行愈遠。人口同高薪職位繼續集中嘅地方，優質物業仍然有人爭。缺乏新產業同人口流入嘅城市，就算價格平，需求都未必返嚟。所謂全國樓市，其實係好多截然不同嘅地區市場疊埋一齊，去到資本市場道理亦相近。股市成交暢旺，唔一定等於經濟所有部分同步轉強，資金可能只集中喺少數科技資源或者高息板塊。若投資者借錢追入熱門股票，升市時覺得自己判斷準確，跌市時先發現倉位根本承受唔到波動。監管限制違規融資，目的就係阻止風險，沿住借貸鏈擴散。一個賬戶爆倉，表面係個人損失。若資金來自配資平台、民間借貸或者層層擔保，問題就會傳去其他人。市場最危險嘅時候，往往唔係人人悲觀，而係人人相信價格只會向上。跨境投資亦要分清3個層次：第一係賬戶可唔可以開；第二係服務助商有冇資格向攬同執行交易；第三係所得收入點樣申報。3個問題，答案可以完全不同。開到戶唔代表推廣過程合規，資金出到境亦唔代表稅務責任自動消失。而家資訊交換越來越自動化，金融機構會收集稅務居民身份、賬戶餘額同部分收益資料。重點唔係話每一個海外賬戶都有問題，而係過去靠地域分隔製造盲點嘅空間減少。合法持有海外資產同隱瞞收入本身係兩回事，唔應該混為一談。信託就更加容易被神化。信託可以用於家族傳承、未成年受益人安排資產管理同慈善目的，但唔係一張萬能隱形簿。設立人、受託人、受益人、控制權同收益分配點樣設計，會影響法律同稅務結果。名稱叫做信託，並唔代表資產從此同設立人完全無關。有啲宣傳會話，只要資產放入離岸架構就可以永久避開申報。呢句話聽落好吸引，但現實係各地規則不斷更新，銀行亦會做客戶盡職審查，架構越複雜，維護成本同文件責任越高。若設立目的講唔清，反而更容易引起查問。普通家庭未必需要複雜安排，好多時候一份清楚遺囑、適當保險、受益人登記同資產清單已經解決大部分傳承問題。為咗追求聽落高級嘅結構，支付多年費用，卻連自己保留幾多控制權都唔明，先係最大風險。講返實體消費，平台低價並唔係唯一矛盾。消費者收入預期轉弱，自然會比價。商戶租金、人工同庫存成本高，又難跟平台鬥平。平台用補貼搶市場，可以短期降低價格，但若商戶利潤長期被壓到零，最後可能只剩大型賣家，選擇未必真係更多。不過
將線下困難全部歸咎電商亦唔公平，消費者會轉去網上，往往因為實體店貨品重複、價錢不透明、服務又冇分別，商業模式改變。經營者要回答嘅唔係點樣逼顧客返嚟，而係顧客點解值得專程過嚟。有體驗價值嘅行業，線下仍然有空間，試新試味、即時維修專業、社區關係，全部都係網頁難以完全複製嘅部分。實體店若將自己變成服務入口，而唔只係貨架，競爭就唔再淨係比較標價。政府面對低價競爭，亦要小心拿捏，保護公平競爭同售後責任有必要，但唔可以用行政方法維持落後經營。真正要處理嘅係虛假折扣、壟斷流量、拖欠商戶款項、假貨同不透明算法，而唔係阻止消費者尋找更平。選擇香港豪宅同按揭話題，就將資產配置嘅矛盾表現得最清楚。有能力一次過付款嘅買家，仍然可能選擇借貸，因為佢認為手上現金有其他用途。呢種決定唔一定進取，亦唔一定保守，關鍵係借貸成本、現金流穩定性同資產集中程度。假設按揭利率低過其他投資預期回報，借錢買樓表面上合理，但預期回報唔係保證，利息就要按時支付。若投資下跌、收入減少、銀行股價又回落，三重壓力會同時出現。財務實力愈強，通常愈重視最壞情況，而唔係淨係計算最好回報。對一般觀眾嚟講，可以做一個簡單壓力測試。假設收入減少2成，利率上升2個百分點，資產價格下跌3成，你仲供唔供得起？如果答案係要賣，走其他資產先頂得住，槓桿可能已經太高。呢個測試唔精準，但好過只睇目前月供，亦要留意流動性。股票可以分批賣，物業交易就要時間，仲涉及佣金、稅費同按揭安排，豪宅買家能夠承受較長交易期，普通家庭就未必得帳面上擁有一項昂貴資產，並唔等於急需現金時能夠即刻套現。將所有現象放返入同一框架，會見到今日資金面對3道閘。第一道係回報，舊資產未必再穩定升值；第二道係規則，跨境同槓桿交易愈來愈透明；第三道係信心，消費者同企業都不願輕易作長期承諾，資金於是追逐少數被認為安全或者稀缺嘅地方，結果就係整體感覺偏冷。部分豪宅、熱門股票同黃金卻可以好熱，呢種冷熱並存唔係矛盾，而係風險偏好收縮之後資金集中造成嘅現象。但集中本身會製造新風險，當人人都相信同一類資產最安全，價格就可能離開基本因素。真正安全嘅安排應該有現金緩衝、收入來源分散、負債期限合理，而且你明白每項資產點樣賺錢。單憑名人買入或者網上熱度唔足以成為決策理由。所以今日真正嘅懸念唔係下一筆錢會流去香港、新加坡黃金定加密貨幣，而係資金離開舊模式之後有冇足夠可信嘅新去處。資產價格、監管同消費同時改變，代表過去嗰套致富路徑正在失效，新規則就仲未完全穩定。還有一類消息特別值得小心，就係將政策討論寫成已經全面執行。監管部門徵求意見、發佈通知、實際執法同法院裁決係4個不同階段。標題將研究加強改成即將封鎖，已經足以令讀者恐慌，亦會被銷售人員用來催促落單。面對呢類消息，可以先查發佈日期、適用對象、從生效時間、居民身份、帳戶所在地、資產種類同收入來源不同，結果可以完全不同。網上一個案例成立，唔代表自動套用到每個人。越涉及跨境稅務，越要避免用朋友經驗代替自己資料。資產配置亦唔係不停搬錢，每次換市場都有匯率交易費、稅務同學習成本。因為一條新聞賣樓，再因為另一條新聞追股票，最後可能方向未睇錯，成本已經蠶食回報好安排。通常睇落沉悶，卻能夠減少被情緒逼住行動。家庭可以先將資金分成3層，第一層應付日常同突發需要，重視流動性；第二層處理幾年內已知目標，例如教育、置業同退休；第三層先承受長期投資波動。3層混埋，市場一跌就要賤賣，長期資產壓力自然放大。企業亦一樣，實體商戶若用短期借款、長期補貼價格，表面上守住營業額，現金流遲早出事。平台若只靠燒錢換訂單，補貼停止後，顧客未必留下。市場最終會由增長故事回到每一單生意有冇合理利潤。香港作為資金中心，機會仍然來自法治、金融服務同國際連接，但透明度提升會改變服務內容。將來真正有價值嘅顧問，唔係教客戶點樣躲，而係幫佢整理身份、文件風險同傳承合規，未必最吸引眼球，卻係資產可以長期留下嘅基礎。呢個階段最容易俾人利用焦慮。有人話樓價就快暴升，有人話海外資產會被一次過沒收，有人話加密貨幣係唯一出路。越絕對嘅說法，越要停一停。真正財富管理唔係賭中一條預言，而係即使判斷錯咗，都唔會令家庭現金流斷裂。最後記住，
任何高回報承諾都要先問風險由邊個承擔，答案含糊就唔好急住決定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市場愈多雜音，如要用現金流、正式文件同可承受損失做決定，唔好俾一時情緒代替長期計劃。希望大家睇樓市、跨境投資同稅務新聞時，唔好淨係追最嚇人嘅標題，而係先分清數據口徑、法律狀態同個人風險。鍾意呢類將幾條熱點串埋一齊嘅社會財經分析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分享，唔好錯過之後更多重要變化。多謝收睇，祝大家理財穩健，生活順利，事事平安。